男朋友，居然不告诉我。谁？等我啊！滚！你有点谱行吧？圈外人，长得可帅了，打游戏打得可好了，会骗人，装可怜，心眼可多了。哟，那姐们儿，这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啊。你说啊。这人听上去像个渣男啊。可以进了吗？等一下，进来吧。我拿被子枕头。啊。晚安。晚安。我今天睡在我男朋友家，会不会睡不着啊？明天活动状态不好怎么办？精力这么充沛吗？还会影响到明天的状态？一整晚吗？我忽然明白了，刚刚排位前面3把是你打的，后面你男朋友上的，对不对？晚安。精力这么充沛吗？还会影响到明天的状态？一整晚吗？你怎么这么讨厌？结束这么快吗？这也怪我。我们才开始谈恋爱，分房睡。这也不能怪我呀，是他不行啊，是他不懂。再见。